次我哋乘坐 QR79 前往德國柏林，入境後跟住指示牌行去 Airport Train Station 就會見到呢部售票機。我哋淨係去柏林中央火車站，所以淨係買咗單程飛，價值4.7歐一個人，而呢度淨係收信用卡。我哋喺 Google Map 睇定要上邊架車，就去返相應嘅月台。上車之前記得 validate 你張車飛。由於去程太匆忙，所以呢個係回程嘅畫面。上到車會顯示幾點到邊個站。車程大約35分鐘左右就會到柏林中央火車站。由於我哋喺多克出發，所以冇喺香港買定歐洲電話卡，喺呢度買，價值15歐一張。今次我哋就係住柏林中央火車站步行2分鐘就到嘅 Intercity Hotel。我哋早過入住時間到達，所以俾咗25歐提早 check in。間房都幾大，可以完全打開2個24寸嘅篋。門口有張插電嘅卡，咁就可以將2張房卡都帶晒出街。旁邊擺嘢嘅位置都幾多，仲有保險箱。仲有可以掛衫嘅位置，房間都有2張凳，同埋一支送嘅有汽水。景色係望住對面嘅寫字樓，床頭側邊有電話、插蘇同埋燈掣。洗手間都幾大，幾光猛，有後備紙巾同埋電熱毛巾架。沖涼位置係企缸。休息咗陣，我哋就喺附近行下，就喺柏林中央火車站隔離嘅 Food City 食咗嘢。估唔到我哋第一餐係食泰國嘢。柏林中央火車站距離所有景點都好近，所以我哋冇買到任何車飛。呢度所有位置都好適合打卡。由於我哋坐凌晨機，行咗冇幾耐就返去休息。今次我哋係有 book 埋早餐，見網上評價話呢度嘅早餐好豐富，好多種類，就帶大家睇下啦。呢度嘅飲品可以揀咖啡、果汁同埋茶，見到茶嘅味道都有10款。熱食方面都有8款，例如炒蛋、茄汁豆都有，亦有沙律嘅配菜。側邊都有幾款芝士同埋煙肉。再行嗰啲就有水果同埋乳酪。就連粟米脆片都有6款。側邊都有幾款麵包。環境都幾大，唔驚冇位坐。週末嘅時候仲會開多一個位置，分散人流。尋日落大雨都冇影到啲咩相，今日就可以影多啲。由酒店行10分鐘就會到德國國會大廈。一直行就會見到柏林圍牆嘅邊界標誌。呢條線係顯示咗1961年至1989年柏林圍牆嘅實際位置。當年就喺呢度分開咗東柏林同埋西柏林啦。沿路一直行就會見到布蘭登堡門。布蘭登堡門最初用嚟紀念普魯士喺7年戰爭中獲勝，最後經過第2次世界大戰，德國分裂，最後成為德國統一同和平嘅象徵。咁具歷史性嘅地方，隔離梗係有間好高級嘅酒店啦。Hotel Adler 至今有118年歷史，期間接待過唔同嘅政治家、藝術家同埋明星。
柏林嘅交通燈非常之獨特，其實係由東德交通心理學家 Karl Popper 喺1961年設計，目的係想透過較大嘅面積去吸引人嘅目光。喺德國統一之後，曾經有人提議用西德嘅標準圖案取代，但係公眾強烈反對，所以就保留返呢個公仔啦。佢由一個單純嘅交通標誌轉變為一個深受喜愛嘅文化符號。柏林嘅呢一間就係世上最大嘅朱古力店，我都唔識讀佢個名。呢度一共有3層，分別提供咗朱古力嘅展示、製作同埋品嘗。呢度有唔同濃度嘅朱古力，唔同濃度嘅朱古力粉，唔同味道嘅朱古力飲品沖劑，仲有用嚟整甜品嘅朱古力磚同糖漿。聖誕節嘅倒數朱古力禮盒，呢度亦展示咗用朱古力做嘅柏林景點，例如布蘭登堡門同埋國會大廈。2樓就可以望住佢哋整朱古力。3樓呢度就係咖啡，其實我哋琴日嚟過，但係因為太多人，所以食唔到。咖啡嘅營業時間係12點鐘開始，我哋12點鐘到，唔使預約都可以直接入去。呢度仲可以望住德國大教堂食甜品。呢個時間人流係特別少。非常推薦大家嚟呢一間朱古力店，因為實在太好食啦！喺朱古力店嘅對面就有德國嘅大型超市。德國嘅超市都可以買唔同嘅熱食，同埋好多款麵包。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德國買水其實係有按瓶費呢樣嘢？點樣可以拎返啲錢？片尾話你知。沿路一直行就會見到盧斯特花園同埋柏林主教座堂。過咗一條橋就會見到柏林電視塔同埋海神噴泉。行下無啦啦落雨，我哋就喺隔離咖啡坐咗陣，飲咗杯咖啡。落完雨，終於都變返藍天白雲。電視塔隔離就係柏林市中心最古老嘅區域——尼古拉街區。我哋今晚都會返嚟食一間好出名嘅豬手餐廳，周圍環繞住中世紀風格嘅建築物。我哋由呢度出發，行30分鐘就會到東邊畫廊，行20分鐘就會到 Haussmarkt。Haussmarkt 係一個結合公共空間同文化商業活動嘅創意合作型都市村莊。匯集咗各式各樣餐廳、酒吧同埋現場音樂表演場地。行多10分鐘左右就會到東邊畫廊。東邊畫廊係一段長達1.3公里嘅柏林圍牆，而家成為咗世界上最大嘅露天畫廊，展示咗世界各地藝術家嘅105幅壁畫。作品都記錄咗柏林圍牆倒塌之後人民對自由、和平同統一嘅渴望。當中最知名嘅作品就係《兄弟之吻》，由俄羅斯藝術家德里特里·弗盧貝爾創作，繪畫咗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同東德領導人昂納克握手嘅親吻場面。到咗夜晚，我哋就返咗去尼古拉街區食晚餐。嚟到柏林一定要食呢間百年老店 Motorhaube， 逢星期5、6都會有 live band。成個裝修都好復古。由於我哋冇 book 到位，人流又好多，所以我哋要坐喺出邊。我哋坐咗喺雕像隔離。
我哋見網上評價話全部菜式都好大份，所以我哋都冇嗌好多嘢食。我哋淨係嗌咗2個餐湯同埋1份烤豬手。其實呢度最出名嘅係水煮豬手，但係我實在太想食燒豬手啦。好食到差啲連骨都想食埋。我哋食嘢嘅時候都不斷見到有人問有冇位，但係都俾店員拒絕咗，所以都建議大家預約咗先去。我哋仲有嗌咗2杯啤酒，最後埋單係43.78歐，其中2.08歐係 tips。今日食完早餐就行咗另外一邊，我哋首先就去咗貝多芬、海頓同埋莫扎特嘅紀念碑。如果你係一個彈鋼琴嘅人，相信對佢哋一啲都唔陌生。沿住公園行20分鐘就會到勝利紀念柱。柏林勝利紀念柱高67公尺，最初用嚟紀念普魯士喺普丹戰爭中獲勝，後期添加咗紀念普奧、普法戰爭嘅勝利女神維多利亞雕像。除咗可以喺出邊睇，遊客都可以爬上285級階梯登頂觀景。我哋就冇上到去睇，行咗陣超市掃貨，之後就去咗食晚餐。我哋誤打誤撞就嚟咗呢間餐廳 Augustina。餐廳嘅裝修都好復古，好似喺間木屋仔裏邊。好多人話嚟到柏林一定要食咖喱腸仔。今次我哋喺呢度就嗌咗咖喱腸仔同埋1份燒豬手。呢間餐廳嘅嘢食都唔錯。通常餐廳嘅洗手間都唔需要收費，但唔知係咪因為週末去洗手間要收取1歐。喺德國買水，明明支水係1.19歐，但係最後收多咗0.25歐，究竟係點解呢？喺歐洲買支裝水，通常都會收取按瓶費。喺樽身上面就會見到幾次按瓶費，通常都係價值0.25歐，所以大家記住飲完嘅水千祈唔好抌住，儲埋1袋，可以拎返去柏林嘅超市回收，例如 Riva 同埋 Aldi。逐個樽擺完之後，就可以撳呢個綠色掣，就會出咗一張單。呢張單上面寫咗你俾咗幾多個樽，可以拎返幾多錢。拎住呢張單攞去收銀就可以拎返啲錢啦。返去柏林機場都一樣，我哋喺售票機度買單程飛，記住買返係 ABC 送嘅單程飛。可以喺 Google Map 睇定邊一個月台，電子水牌都有顯示。同樣地，上車之前記得 validate 你張車飛。今次喺柏林4日3夜，我哋真係行咗好多路啊！下次再見啦！鍾意呢條片嘅話，就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， 記得撳埋個啷啷，出新片嘅時候就會即刻通知你。柏林啲公園成地都係栗子。